说广播到宁波，是吧？咱们这个人嘛，肯定是有。人家广播上有农民，广播不干，宁巴要用车窗，是吧？要用车位，人家大概我们就到69个大概广播69，宁巴。3班，28不接了的，人家我们人家讲这个大家广播别人叫你，28干嘛回去，28干嘛我走，过了杨节，医生年纪就开始，大家广播尴尬，18什么点钟，18 8点去讲座。现在人家跟我跟什么东西，讲到什么原则论理啊，肯定是没什么配置。好，哥。这个看不到，你看，这个，这就是你的地方。其实这些方面，其实你我也别有了。
段等一会儿。我也是三出现在。8岁，叫什么？学习怎么样？学习以前挺好的，就是今年我们学校老师有机会学的。好，但是家庭条件还是很差，是吧？学习怎么样？学习好。学习好。是今年高考的有多少？今年全。微小，就在西宁市。这就剩下8个了。都是反正这个现在这个种解决这个。北京演员集团，有集团，代表讲话，大家欢迎。公司集团全体职工和工作人员、老师表示亲切的慰问，并祝财啊。这次我代表我们远洋投资集团，我们这些贫困的学生有一个环节，学生和老师身体健康，谢谢。先生感谢小几个。这里的啦，毕竟马上把跟着我脸的。每位家长、每位老师同。